我其实不是未来妈妈的第一人选，我自己知道，他们原来找是别人。刚开始亲热戏很瓶颈啊，第2集有播啊，我快笑死了。我们第一次的亲热戏就是要接吻这件事情，哇，我被导演骂我印象很深，因为那天很冷，然后在和平公园某个桥上，然后亲的时候导演就说，就是导演还有就带一点脏话，然后就是你们俩到底是会不会亲啊？然后因为导演可能跟他比较不熟，不敢刁他，导演刁我说你是太久没有跟人家亲接吻，所以不会接吻，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说对啊，我太久没有跟人家接吻，很尴尬啊。我们算第一次的床戏的前戏也是啊，就是很尴尬，就是尴尬到后来全剧组的女生看了都在笑，想说他只会亲你嘴巴就是亲了亲，你跟他亲个什么哪里这样子，就是一定会。他说他从来都没有移动过，就是只会亲着，而且是没有给呼吸的那种。就突然亲完就会分开一下，没有，因为他可能尴尬吧，他就只好就是一直很像章鱼一样吸着这样。性感女性，然后变成一个专业的演员，你觉得这一部分最难跨过就是转换这个过程？说实在啦，我没有在转换，就是转的其实是大家，不是我。就是我一直以来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就是心态上当然会有不太一样。就以前就是很拼命啊，使命必达，然后到现在就是会稍微比较自在，就是知道怎么拿捏啊，然后尽力，然后很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这样子。可是我有什么转变？没有只是大家看我的样子跟给我的机会不一样吧。我其实蛮感谢每一个给我机会的人，就从敢开始找我拍戏，然后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机会？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我转变，不是因为我要转变。对啊，是因为这些机会来了，然后就刚好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对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尽我所能去做而已，我没有特别哪一个怎么样，对啊。我其实不是未来妈妈的第一人选，我自己知道，他们原来找是别人。对，但我不 care 这件事情啦，因为我觉得拍戏真的是缘分，真的是缘分，因为我其实不是第一次当救火员，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之前有接过像志气那时候就真的有新闻有讲过嘛，就是小朋友有说，他们说姐姐在你来之前已经跑跳2个人了。就是他们觉得太辛苦了，承受不住嘛，然后就其实就不演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原来是这样，然后后来中间通灵少女原来也说是另外一个演员嘛，对啊，然后后来我也是去试镜，就他们发现没有办法，然后又试镜嘛，然后试镜选到是我，对啊，我也不是他们第一人选啊，因为他们已经原来有确定了，其实未来妈妈也是啊，对我刚开始其实还有觉得哇。我要导演跟制作方要认同我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我感受得到他们其实原来不是太相信我的。就像刚丽萍哥讲的我看起来这样子小，我要演妈妈，要演医生这么成熟的角色，他们可能觉得，你看前一阵子都还在演学生，突然这么跳跃，我当然会知道，一定有人会不相信或抱着质疑，对啊，但我其实不意外，可我也没办法，我就是把我事情做好。对啊，那你后来相不相信我，那是你的事。